都今年出街兩部 Michael Jackson 戲，一部有 MJ 個 nephew Jafar Jackson 所扮演 The King of Pop 佢阿叔，4月22、23、24號世界公映，戲叫 Michael。第二部只係 show 兩個人庭上講與 Michael Jackson 小時候嘅嘢，戲叫 Leaving Neverland 3，好熟悉個名字。I love you. Goodbye. Wade Robson。James Safechuck 紀錄片第3集就係要今年嘅11月推出，所以呢部 Michael 好彩早咗先出嘅啫喎，係咪咁啱得咁巧啊？但係今年講呢兩部電影嘅推出係一場關於 Michael Jackson 嘅大決鬥，令人覺得2026年將會係 Michael Jackson 死咗之後最大有關佢嘅一年，但其實今日我哋想講有關 Michael Jackson properties、allegations、legacy 甚至佢嘅遺產嘅決鬥，唔止係2026年嘅，你知道嗎？Michael Jackson 電影最早上映日期係2025年4月18，但剛早一個月2025 3月18 Leaving Neverland 第2集嘅推出係令到 Michael 電影一度延遲。Leaving Neverland 導演 Dan Reed 更喺 Michael 電影上映前用各種手法攞取電影劇本，然後攻擊電影為漂白行動去美化佢覺得有傷害小朋友嘅 Michael Jackson。電影原本一開頭就係講90年代 Michael Jackson 嗰啲 allegation， 佢被差人帶走作為開場，可見到嗰件事係有雙方喺度拉鋸大眾對佢嘅睇法。一方係出錢拍呢部 Michael 電影嘅 Michael Jackson Estate， 包括佢3個仔女 Prince Jackson、Paris Jackson、Biggie Jackson， 想為爸爸伸張正義。另一方就係 Leaving Neverland 兩位曾經嘅小孩，似真相係大家最關心嘅，因為 Michael Jackson 好正。That's not really the reason why。其實我覺得真正嘅原因係錢。大家好，又係我。你知唔知道 Michael Jackson Estate 係值幾多錢啊？各位，今日點解我會想拍呢一條片嘅原因，係想同你講佢個 estate 係 very valuable， 所以其實各方人士係為咗嗰個錢。2009年6月25號 Michael Jackson 死咗之後，佢嘅 estate 係正式由律師 John Branca 同會計師 John McClane 呢兩個人所控制，直到今時今日。史上第一名嘅 estate 啊，09年至今係賺咗35億美金啊！喂，第二位係一年只係賺8000萬嘅卡通畫家 Dr. Seuss， 係差好遠。而家告上緊法庭嗰兩個人啊 James 同阿 Wade， 佢哋係想要4億呢一樣嘢。只要而家有個人出嚟話 Michael Jackson 喺細個嘅時候搞過佢，其實冇人可以證實到，因為佢已經死咗啦嘛。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告佢哋誹謗，因為佢哋死咗。而因為佢個 estate 咁有錢，好多時候會選擇一個 settlement 去了結咗呢一件事。所以即使呢啲咁樣出嚟控告嘅人，佢哋得唔到4億咁多，佢哋都可以有幾百萬如中六合彩。所以原本 Michael 電影係想把呢啲指控去講解講清楚，係一個好嘅行為。但係嗰兩個管理緊 estate 嗰兩個人，其實佢哋背後有啲乜嘢陰謀呢？其實睇到 Michael Jackson Estate 都係一個好畸形嘅狀態。電影唔係現時好多 fans 覺得係 Jackson 家族同佢後代對 Michael 嘅一個致敬。Jackson 家族其實對呢套新電影 Michael 嘅 involvement 係十分之少。Jackson 家族除咗佢嘅 nephew Jafar Jackson 嚟飾演主角 Michael Jackson 嘅女兒 Paris， 甚至佢出口話係零 involvement。佢自己講對於呢一部電影嘅整件事，佢批評呢套電影太虛幻，甚至係充滿謊言。點解一套講佢嘅戲，佢個家庭仔女佢阿媽咁多人，個 involvement 會咁少？同埋呢個情況通常呢啲名人死咗之後，啲 estate 都係俾家人去管理㗎嘛？點解 Michael Jackson 呢個又唔同呢？因為 Michael Jackson 嘅情況，佢死亡當刻其實佢係欠債$500 million， 再加上佢擁有個超級值錢嘅 Sony ATV 音樂版權，係要專業人士先至可以管理到，先至俾呢兩位律師同埋會計師。但就俾咗機會佢哋，有人覺得係剝削咗 Jackson 家族。例如最 vocal 呢件事嘅係 Paris Jackson， 佢更加話呢兩個管理人士同埋佢整個團隊根本上係 overpay 佢哋自己，用緊 Michael Jackson Estate 嗰啲錢有4.64億，佢哋兩個係控制住玩弄喺股掌之中，令到原本 MJ 上嗰個 estate 幫助到得益到嘅人 ，which is 40% 去佢媽媽 Catherine Jackson，40% 俾佢3個仔女，20% 俾慈善機構，全部係俾晒呢兩個人去剝削。
所以2025年7月11號 Paris Jackson 正式上法庭告 Michael Jackson Estate 嗰兩位 John Branca、John McClane 不當使用 estate 當中嘅錢，更明顯不屑呢部戲。咁你睇呢個 case，你覺得係一個有錢女喺度發噏風，定係呢兩個即係老狐狸喺度用住自己嘅權力去剝削呢一個家人？其實我偏向相信 Paris Jackson。Michael Jackson 事件俾人一種感覺係發達唔需要自己變成 trademark， 懂得利用嗰個星嘅 trademark 都可以令到你發達，連世人覺得有份殺死 Michael Jackson 嘅 production 公司 AEG Live 都一樣。當年幫佢搞最後 This Is It 演唱會，據說 overwork Michael， 更幫手聘請俾約佢嘅醫生 Conrad Murray 嘅公司 AEG Live， 最後係可以同佢阿媽打官司攞錢嘅。AEG Live 更係 This Is It 之後變成電影啊，賣晒 DVD 啊，嗰3.5億總收入嘅極大利益者。坦白講，當年若果 Michael Jackson 真係如常地舉行演唱會，一定唔會夠佢死咗賺到嗰個數嘅。所以一直有人話陰謀論佢哋係專登咁做嘅，但另一方面，另一個觀點 ，OK，Michael Jackson 佢嘅天才係會俾人利用，但係嗰啲人亦都幫佢去創造另一個死後嘅高峰啊嘛。而冇嗰兩個 Michael Jackson Estate 嘅阿 John， 現時嘅 Michael 電影可能冇機會發生到，或者可以咁順利產生到。再用一個 Michael Jackson 被利用嘅例子啦，當年發現 MJ 天才嘅佢老豆 Joe Jackson 係 fans 同埋聽眾公認嘅壞人嚟嘅。我記得當年 Brooke Shields 直情訪問中話過佢係邪惡嘅。Joe Jackson 喺佢細個嘅時候打折磨 Michael Jackson 得好厲害，但若果冇 Joe Jackson，Michael Jackson 能唔能夠喺小時候就發展出咁樣嘅天分先？ Joe Jackson 係一個唔成功嘅音樂人，去講 Joe Jackson 係利用 Michael Jackson 嚟到賺錢，不如話係父子互惠互利嘅關係。你話 AEG Live 攞咗 Michael Jackson 最後嗰點收穫，不如話係將佢嘅天才介紹咗俾下一代。話 Estate 過於影響電影，不如話佢哋將 Michael 最美麗嘅一面永遠美化留喺觀眾嘅心目中。而其實我喺選擇睇唔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喺 Thriller 同埋 Moonwalk 之間，其實所有呢啲電影同埋 Estate 背後嘅黑暗面，都俾嗰顆 Michael Jackson 嗰顆星嘅光芒，可以話係被完全掩蓋。就算係被揭發係幾黑嘅嘢，其實對觀眾嚟講都唔緊要啊嘛，因為都會係變得白。我之前有講咧，Michael Jackson 同其他公司嗰啲嘅即係語言啦，或者嗰啲會員片啦，咁我下邊就有第一個連結就係啦。咁如果你想睇更加多關於 Michael Jackson 佢死前遇上過啲乜嘢陰謀，或者有啲人乜嘢人想利用佢啊，佢自己甚至出嚟去公告嗰啲人嗰啲身份咧，就撳下邊第一個連結去成為會員去睇嗰啲會員影片啦。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 case 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今日拍呢條影片嘅原因係因為我好interest，原來 artist 佢哋自己嘅 properties 係可以去到幾大咯，佢個 trademark 尤其是特別多啦 Michael Jackson， 所以原來係可以咁多唔同方法去變成另外一件事咯。其實一樣嘢可以演化成好多嘢咯。咁如果你問我會唔會睇呢套戲，我係會去睇，但係亦都理解佢背後呢啲故事都可能比電影更加精彩。